跟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的天气很好，在里面我觉得更温暖。所以看到这么多国一的小朋友，非常天真的笑容跟非常亲切的歌声，让人们之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天气。做这个活动，可以感觉到我真正给他出所有的。今天这个活动，首先我很希望看到的是同学们能够做彼此的尊重。台上的表演者需要台下的所有同学的配合跟鼓励。今天这一点大致上我们达到了。第二点，我们希望让同学可以看到这么多来自台南县市跟嘉义县市的同台们，每一个人的表现是不同的，让大家去看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所以看这个表演不是看热闹而已，更重要的，今天的活动你学到了些什么？第三点，在未来的各位将来进入大学、进入社会，虽然你会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只要朝不顾地，这时间飞快的过去，你到底要有哪些能力？最直接的，你的表达能力够不够？所以我很希望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希望同学懂得怎么用语言，怎么用肢体语言来表达。特别是男同学，你们在这个部分是有先天性的落后，你们必须要用时间来弥补这一段落后。所以我很期待，从今天开始，大家要去学习，甚至于说去模仿也好，你怎么样敢站出来说话？你怎么样让他要说的话，用适当的语调把它表达出来？这是我们活动很大的一个目的，绝对不是只是欢乐。我们希望大家在活动里面，除了快乐，将来的回忆更重要的，希望各位多学习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回去之后，大家想一想，你有哪些东西应该要改改？我们希望每次活动之后，同学们都成长。绝对不是只有翻笑话就趋于平淡。所以我用一个最近广告上常用的一句话：只要你喜欢，你叫做什么？大把买给你。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是错的。只要我喜欢，我自己去争取。我就要大家把这一句话改成：你是主角，你是主角，绝对不是父母。你的将来掌握在你的手里，不是掌握在你父母的手里。我希望大家用这样的观念，在日后的整个学习生涯里面，步步去争取最好的一个成果。今天大家的表现，还有各位老师的付出跟努力，在这边，仅代表我个人跟教育部对各位的付出跟努力。
表示非常12的定义，希望2003年即将结束，希望在2004年大家都更好，谢谢。好，谢谢下面有力，现在开始我们图书馆的原主任，对我们线上英文教学以及我们这里段的英文教学各项活动的实施都非常欢迎，我们掌声欢迎原主任来主持。医生的，甚至孩子有来我们
所以你如果能做到这点，将来走到全世界一流的音乐厅、歌剧院，你都是世界一流的观众。从今天开始 ，OK， 有方面学到，取自己一个非常优雅、非常有价值的未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好不好？那继续努力，然后互相提醒，我觉得提醒也很重要。比如说刚刚啊，如果有人在台上表演，台下的人应该注意欣赏，因为你的心跟他们在一起，这个气氛才有办法营造出来。还有在旁边在等待的人，他们进出的时候应该尽量快速，然后尽量安静，这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另外，你退场的时候，你在退场的时候也不要用跑的，你可以快速，刚刚有人说还把桌子撞到你的这些情形，如果你多用避免的，那我们这个会场整个气氛还有品质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会希望每一个人一起来用心，好不好？谢谢各位。好，谢谢袁主任给我们的提醒啊。我想最后大家都蛮辛苦的，我有主持人，所以我建议来主持人过来。它包含了国艺职班黄子晴同学、沈婷芝同学、吴家荣同学、李佩宇同学、刘佑琪同学、李建伟同学，我们是由林美老师以及江启建老师辛苦指导，我们大家给他们掌声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我想的话，因为在座也还有几位老师，还有英文老师。我想英文老师跟老师，我们真的很辛苦，这些人指导，我们给他们个爱的鼓励，好不好？1、2、3。这不错，好不好？节奏很不整齐。我们再给我们在座的老师，还有英文老师很辛苦的指导，我们给他们个爱的鼓励。1、2、3，开始。谢谢各位，但是这一次我是各位，所以刚才校长跟你们已经讲很多，我办这活动让我玩英文，英文绝对不是很枯燥，英文不是为了要考试而已，它还有用到很多方面，所以今后你在每一学期我们都有相关活动的设计，第一是很原版的一个 MV， 但是问题就是你英文的学习是不断的在精进，我们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好不好？1、2、3，开始。给自己的鼓励真的很小声，好不好？再来1、2、3。好，谢谢各位。那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右前组长跟